伫咧台铁高雄车头接高雄捷运的所在，昨暗有一个查甫人拿米缸刀啊，伫遐个广场乱烧。有民众呢，随来通报捷运和台铁的警察，警方来到现场了后，要求伊甲刀啊弹掉，就甲伊留资料了后放伊来离开。这个查甫人呢，可能会互依照社会法来上班，啊那警察的处理方式，即马也可能会互检讨。提起查甫朋友甲头前乌衫的查甫人保持距离，热心民众精神病寒，因为对方手中提小型米缸刀，也一直将刀片为刀片塞出来。他是拿美工刀，他拿小小只的，然后他其实手上是一直都是拿着刀这样。民众讲，抓到的查甫人伫台铁高雄车站中央下定广场四过西，为高捷出站到台铁卖票区手中拢提米缸刀，关了有意外，赶紧通报铁路警察。看到他是跟在人群后面。就是大家都在玩手机，没有看到他。铁路警察表示，查甫人迄当时情绪明显无好，要求对方将米缸刀弹掉，心情平稳了后，才予伊坐回家等台东。也毋过安尼处理也防自己无妥当，因为警方原本以社会法上班，互查甫人离开之后，改以涉嫌恐吓公众罪函上检方侦办。检方也表示会定处检讨警官感受所失。本分局掌握特定对象，积极侦办。如果有旁边有人能制止的话，那就是可以跟他一起帮忙这样。可能就是会跟他牵手之类的，不会让他离开自己的视线范围这样子。今年2月，台北捷运也有民众伫车厢内提米缸刀挂纸，也有装潢钢琴，将30公分长的线锯扎住车，佮互伊捅出来，这个行为拢强行触发。因为大众捷运法规定，规项物品较会小客物件袂当进入捷运系统，工作用的道具也爱保好势收起来，若无相关罚100万。违反者除了面临罚款，也可能涉犯刑法，也是行政法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